母国的人，哼，比别人更盼着他们快死。将军，您在那边。看你这一身的血，啊，这好冷啊！这里比咸阳冷多了。是啊。对了，婆婆，刚才门前路过一条好大的白狗，像小牛犊子似的，把我吓死了。我拿雪团砸它，它竟哗的塌了一块。原来它从雪堆里钻出来的。这就叫黑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。这孩子受冰凉，穿得太少了。婆婆，这样已经把能穿的衣裳都穿上了。说起来，秦国也有雪，但这么大的雪，别说是继儿，连我都是头一次见。这冰天雪地的，大公主嫁到这里，真难为她了。杜锦他们明日去递交国书，后日正好是初一，要开朝会，想来大公主如今该称是议后了，她会很快知晓我们到了的消息。是啊，你和义后也有好些年没见了，继儿都长这么大了，你们一定有得聊呢。哦，义渠王送的皮子里有上好的貂皮，这2日我赶紧给继儿做一件皮衣，小孩子喜欢在外面跑，身子又弱，免得冻坏了。天色晚了，继儿也该睡了。继儿今日还没有读书，我问过驿馆的人了，这里连笔墨都没有。明日婆婆带你上街市买些笔墨竹简回来。姑姑，你带着继儿先歇息，我去那边看看香儿和慧儿。夫人，这屋子简直住不得人。我明日想办法给你们换一间好的，快躺下。慧儿，驿馆的房钱好贵，夫人何苦破费，在这儿过日子花销不少，手头上的钱财还是该细水长流。明日我多打些浆糊，仔细糊一糊，然后再点上个火盆，应该是能暖和的。刚到燕国，你们2个就打算做我的主？香儿不敢，香儿只是想，不该花的钱咱们就不花。夫人别过来，在路上是没有办法，如今到了驿馆，你还是离我远些好，免得过了病气给您。再说这样的话，以后这屋子我也不来了，你们更别去照应我跟继儿。夫人，奴婢不敢，夫人恕罪。慧儿若是不能伺候您和公子，还是病死的好。夫人也不用太牵挂，那医者说了是风寒，再吃几服药就好了。来，放下。出去。国相夫人，这是会后给您的礼物和信。舒妹妹真是有趣的很，劳烦你回去转告会后，这事我一定办得妥妥的。其实她何必这样客气？这件事我比她还上心呢。照理说，国书都递交了3日了，
大公主若知道了消息，该派个人来送信儿的。我也是觉着蹊跷，或是那国书还没有送到大公主手里。都说这燕国名义上是公子直做燕王，但因为年幼，实际都是国相郭伟大权在握，国事都是由他说了算。要不再找杜景问问，他到底是秦国派来的使者，应当能跟燕国国相说得上话。别指望那家伙，他本是势利之人。哎呦，你们燕国冬天一直如此吗？是啊，燕国的冬天很长很冷。好，那我告辞了。将军慢走啊！哟，多谢多谢。那边的人知道应该怎么办吧？将军放心，小人清楚，小人清楚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将军慢走。杜将军，杜将军，您去哪儿？喊什么喊什么？喊什么呀？哎，杜将军，喊什么喊什么呀？人家杜将军是秦国的重臣，岂是一个小小侍女呼来唤去的？杜将军是秦王指派护送夫人和公子季到燕国的使臣，他要离去，总该跟夫人说一下吧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杜将军是护送夫人和公子季的使臣？是。难道你们此刻不在燕国的继承吗？人都到了，国书也递了，人家还不走，难道要杜将军在燕国给你们养老送终啊？可是杜将军，可是什么呀？你们出来是做质子的，何为质子啊？纳质为押，无论谁做了质子，那都是福过灾生。质子是筹码，但是总在有用和无用之间，最后啊，弄不好成了弃子。嘿嘿，日子一久啊，有时自己母国的人，哼，比别人更盼着他们快死。在这儿指望别人拉你们一把，我看倒不如赶紧回屋，焚一炉香，自求多福啊！哦，冷啊！夫人，怎么了？杜金跑了。跑就跑吧，这种蛮心昧己的龌龊小人，少了他耳根更清净。可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见我们啊？杜锦递交了国书，却杳无音信。照理讲，他该知晓我们来了，就怕中间有人作梗。是啊，杜锦他们走了，这驿馆里眼下就只有我们5个人了，这该怎么好啊？米叔就是存心要我们在燕国无依无靠，走投无路。我们虽只有5个人，但都是心贴着心的。人若多了，中间却有杜锦这样的势利小人，我还不放心呢。月儿说的是，我们再耐心等2日，只要议后收到我们的消息就好了。可是夫人说了，中间有人作梗，总还会有别的办法。香儿，你去给那义成再多送些钱财，让他帮忙想办法。我再写封信，让他直接送到宫里头去。当年孟莹在韩国那样孤立无援，都有办法通过苏秦把信送到咸阳。同在蓟城，我就不信孟莹与我竟能音讯隔绝不成。你是驿馆的驿丞，小的正是。若不是我让人在宫门外盯得紧，你就把信送进去了。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哼，你是2头拿钱，2头办事，对吗？哎呀，小的该死，小的糊涂，小的是被那猪油蒙了心。那封信呢？哦，在这儿。钱财有用，脑袋更有用。脑袋要是没有了，钱财也就没有了。你可要想清楚。小的明白，小的以后只听夫人的，绝无2言。往后他的钱，你只管收着，有事就禀报于我。是。
起来吧。谢夫人。回驿馆见了他该怎么说？不用我教你吧？夫人放心，这个事情小人知道。那就好。多年不见那个米夫人了，听说她在秦国先王那儿得宠得很，如今是何等模样？这个秦国先王果然眼力不差。闵夫人虽然不是说什么国色天香，但也是娉婷秀雅、风采照人。那身边的人儿一个个是清丽脱俗。但是他们和夫人比起来，那只不过是暗淡烛火，岂能与日月？行了，把这套话自己留着吧。既然那位米夫人风采照人，那就该让她知道，这里是燕国，不是秦宫。她的狐媚，帮不了她什么忙。是。下去。小人告退。韩五爷，韩五爷，韩五爷，你把信送了没有？宫中可有回复？不好意思，多喝了2杯。慧儿姑娘放心，这信呐，我已经递进去了，那些门吏都收了我好多礼。慧儿姑娘，这一有消息，我立马就通知于你。五爷醉了，我明日再许您说话。呸！生气个屁呀！看你还能撑几日？韩五爷，慧儿那丫头，我怎么好几日都没有看见她了？慧儿她忙着呢。韩五爷，你又喝多了。哎，韩五爷，宫里有回音了吗？宫里？你也是刚从秦宫里出来的，知道这宫门深似海，哪是我等能够轻易出入的？我已经叫人把信给递进去了，那算是完成使命了。至于这回信嘛，你放心，小的自会悉心打点，你呀就等着听消息吧。啊，怎么了，姑姑？这一成天天索要钱财，拿走了那么多钱，可那送出去的信就如同石沉大海。这一成靠不住啊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外面天寒地冻的，夫人应当顾及自己的身子，若是染上风寒该怎么办呢？要不我和你一起去？还是我和香儿一起去吧。姑姑和慧儿陪着继儿，我们尽快回来。这儿，都扫干净了啊！哎，好。